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初1，彼得前书5章7节安尼讲：恁着将一切的挂虑交予上帝，因为伊关心恁。三甲来祈祷，时刻关心伫阮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用无比的恩典，甲无限的疼来款待阮。佮将逐项的好物赏赐阮的上帝，主啊！你毋捌留一项好物，无予敬畏你的人，因为日出日落，你拢照时。你也予雨水照时降落，万物因为你的恩典来成长，一切恩惠拢是对你来，伫你无变换，也无转势影。主啊！阮的烦恼忧愁，你拢知；阮的挂虑甲重担，你也深知。总是你无爱阮家己来担这会担。你爱阮将一切挂虑拢交予你，因为你关心伫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咱若将凡所挂虑的交托予伊，伊就要替咱担一切的担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